穷豪旅游记第3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国 boy 啊，也是这一季穷豪游的嘉宾之一啊。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一季的穷豪游呢？是因为上一季参加了，觉得非常有意思，非常好玩，然后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日本的文化啊，大城市的也有，小地方的也有，总之呢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。所以呢，这一次为了体验更多的、更不同的、更丰富的日本当地的文化和一些特色啊，所以又参加了一次穷豪游啊，我觉得难忘，每个场景啊都在我这个脑海里面记忆犹新，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们，好吧？最惊讶的就是这一次经费真的很充足，关于豪组那一边的，而且每个人都有可以体验的机会啊！我觉得节目组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的公平，就大家不用担心说是看到啊只有一堆人，对吧？很惨，一堆人很好。那么这一次会有不同的形式啊，就可能有些时候这个人好，有些时候这个人惨啊。到时候节目播出来你们就知道了。我觉得我的表演最佳吧。这一次无论是节目效果啊，还是说一些就是挑战啊，各个小游戏方面，我表现的都比上一次要好很多啊。很大一部分原因呢，是这一次的运气非常非常的好，哈哈哈。这个真的可以说吗？节目都还没有播，就感觉我们在这个问答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大家剧透了一遍了，好吧？最搞笑的是就是，怎么说呢？有2个人，我不点名，有2个人真的一直都特别的倒霉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整个录制当中哈，不点名这2个人是谁，反正就在他们的身上发生了很多好笑的事情啊，就是什么记忆深刻啊，记忆深刻，太搞笑了。推荐的地方的话呢，我现在记忆很深刻的就是，完了，我有点不记得那个地方叫什么了啊，就是我们坐船大概坐了一个多小时，在一个湖还是海，应该是湖，对，我们在一个湖上面开了1个多小时，那个地方风景非常非常棒，但是我一下子想不起来。记忆很深刻的，完了，我有点不记得那个地方叫什么了。山下跟 Pino 这一次真的特别的不要脸，我秉持着不给大家剧透的这个原则哈，我就只能跟你们说，他们真的不要脸，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设计环节呢？啊，我跟你们说，就穷豪游，如果说还有下一季，如果我还有机会做嘉宾，好不好？这2个人我往死里面整啊！我这2个人往死里面整。我怎么跟你们说呢？就是环节变得更丰富了啊，场景也变得更多了，节奏啊也变得更快了，跟上一季比较起来，好吧，我真的不想，我是一个不喜欢剧透的人，我用这个花少北向你们担保，真的这一季非常的好看，如果不好看，花少北的眼睛越来越小啊。好，开个玩笑啊，花少北眼睛本来就小。还有，我又来了，还有穷豪游的机会，请一定叫上我，好不好？我努力去学一下日语，好不好？丰富一下我的这个穷豪游的体验啊，要不然每一次感觉整个人都有点懵懵的啊。